今日7月嘅21日，為我哋香港教會咧，我哋可以紀念一位殉道者郭西德神父，係一個意大利人。佢晉鐸之後嚟到中國陝西南部傳教，都係因為義和團喺1900年教難之中，佢被殺死。而普世教會咧，我可以紀念另外一位聖師啊！呢位聖師叫魯寧佐 Brindisi， 佢喺意大利嘅那不勒斯城出生。佢係一個好聰明嘅人，佢能夠講好多種話。佢入咗方濟會之後咧，佢精通佢好多種語言啊，所以希伯來文、希臘文、德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、波希亞文佢熟讀聖經。後來咧，因為佢嘅口才，佢咧被派去同呢啲希伯來人咧溝通。佢做咗好偉大嘅事咧，令到大家咧轉化。然後咧佢收尾都被派去第二啲地方去幫到調停。後來佢被升為咧方濟會嘅總會長。面對呢啲困難咧，佢毫不懼怕，佢時時都願意去調停，去以佢嘅能力咧去幫助人。甚至因為咁樣咧，佢年老咧為咗調停，佢都染病。最後咧佢喺路上去世就係佢生日嘅日子，佢去世。都有啲人喺佢生平咧見到佢能夠出神飛起嚟教會咧封佢為咧聖師。我哋都求呢位聖者幫助我哋啦，讓我哋都認真去認識天主嘅道理，亦都能夠咧有呢一份溫和良善嘅心咧去將天主嘅愛帶俾人。而家讓我哋首先承認自己嘅過失，好能夠虔誠咁舉行聖祭。恭讀按聖瑪竇所在耶穌基督嘅福音。耶穌還同群眾說話的時候，看，他的母親和他的兄弟站在外邊，想要同他說話。有人告訴他說：看，你的母親同你的兄弟站在外邊，想要同你說話。他卻回答那告訴他的人說：誰是我的母親？誰是我的兄弟？遂伸出他的手，指着自己的門徒說：看，我的母親，我的兄弟！不拘誰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，他就是我的兄弟、姊妹和母親。基督嘅福音。聽完呢段嘅瑪竇短短嘅讀經，耶穌咧用一個咁嘅機會，去讓佢身邊嘅呢啲人能夠明白，唔係一個淨係肉性上面、物質上面嘅關係，更係咧一個人咧心靈生活嘅態度。一個人佢話：如果聽天父嘅意思去生活嘅，呢個就係我哋兄弟姊妹，唔係淨係咧因為佢嘅血緣關係。呢個值得我哋問我哋自己：今日我係咪耶穌嘅兄弟咧？我係咪佢嘅姊妹咧？我哋有冇真係聽天主嘅説話咧？究竟我哋點樣聽到天主嘅説話咧？係一個唔祈禱嘅人，一個唔睇聖經嘅人，我哋點能夠知道天主講咩？呢啲説話係天主同我講。每一次我哋聽到呢啲説話，有冇問下自己，究竟我係咪好似呢啲聖經所講，我係耶穌嘅兄弟姊妹咧？今日米該亞呢個讀經都提醒我哋，人
我哋有冇醒覺自己我會錯，我犯過錯，而呢個天主係唔同我計較，佢係幫我，佢憐憫我，係佢救助我。究竟我點喺我嘅生命裏頭真係睇到天主佢真係寬仁嘅呢？讓我哋真係問下自己，我哋嘅主係一個點樣嘅天主？係咪一個呢？佢帶住我，佢係我嘅牧者，我跟住佢去生活，佢時時咧俾我睇到佢嘅恩寵，佢嘅助佑，幫我完成咧呢啲好偉大、好仁愛嘅工作。好似我哋紀念呢啲聖者，有啲遭遇困難，有啲喺困難之中幫助一啲人去面對困難。究竟我哋嘅生命有冇睇到係天主咧陪伴我哋咧？